要牧養同埋教導一班精力充沛、腦筋靈活嘅小朋友，成為主嘅門徒同埋小精兵。實在咧要感謝各位嘅全然委身、默默服侍嘅兒童導師啦、教牧同工啦、學校嘅老師同埋家長一齊嘅努力同埋付出，為你哋感謝神。但係當大家勞心勞力嘅同時，自己嘅身心靈咧，又會唔會開始感到疲乏無力呢？新學年咧又再要開始咯，會唔會咧已經開始感到有緊張同埋憂慮呢？好想邀請各位，你同你嘅教會嘅同工、導師團隊或者學校嘅老師同埋家長，我哋一齊出席由讀經會主辦嘅兒童導師培靈會，讓自己嘅心再次被神嘅話更新，重新發現同埋得着從神而嚟嘅呢份盼望同埋福樂，將主嘅賜福帶俾我哋嘅下一代。9月12號星期六下晝2點半，到時見。